当然，大家都会准备高级的糖的毛球松等路亚豆，好本人来饮甜。提前做北埔有一项可以帮人的传统饼店，番薯饼、乌龟饼就该少条。年下尾头家咪会来做传统嘅冷搭成人糖，一年就像工人要做天天，一定坚持要用大粒嘅饭条来做，因为一下人个模式按甜，个数糖味用少加贵多，按贴片的口感仲系一下就买到几强。第一，唔可以提頭嚟托起來，啊做到用個天空頭吼，是為做得唔好正。同有問題嘅飯條一粒一粒托貼，鐵盤嘅烘變到黏嘅飯條，一大粒一張，也都會點加提示推頭架調頭嘅，準備用嚟做工人傳統，經常會用到嘅成人糖。提頭調色吼，熱湯是為調盤啊。你這個台灣路傳統個是傳到工人應節嘅個提頭啊，老大依做按到聖人湯，啊國語翻譯按到聖人湯。傳統工人呢，同黑皮度烘就常會看到，有以前拍攝冇就係塗紅色嘅冷搭，就係成人糖。嗰一類冇買嘅貼片，唔過愛做是冇按規。塗好嘅飯條，天做貴配個，煎配10分鐘就會變啦。烘啊，而且我們發10分鐘翻一遍。做題為古典塗嘅配嘅飯條，另外還會準備糖膠。你啲咪是鐵砂、芒芽，啊，嗰個湯。成人糖愛做嚟三數好色，攞杯嘅切糖粉做唔得鐵盤。做糖膠加下，天做為古河服嘅體色同雲土，希望會滅到半更不結。伊做嘅個熟土嘅辣吼，基本上都按線用，但係你來按加會講解啊。伊係做到嘅成熟度來咧吼，佢會附着在啲湯水當中。先做北埔也見餅店係採提開業幫人嘅路點嘅，見到嘅橋拉工人，天初為做工人過節為用到嘅成人糖，就將會打敗自家幫人來嘅名聲，提示推頭家，見擺做家下都細心誠意，同用心來做。工人過節是做了成人糖，讓阿爸爸學嘅，但學嘅其中學也。都有當到個自信為，比如講配提頭啦，做糖漿吼，為配合唔到，冇事個，你配合唔到，下擺要做啊，要快啲吼，也貴薄嘅提頭，差唔多是快啲咧。前面行為同煮開嘅糖膠，天天嘅黏到，開好嘅飯條度好，入鋪一定重要。因為湯呢兩按多按冇法度講關於。因為佢浸泡，機會慢慢嘅機會冷，浸泡見冷後，經常就要曾經要層次。就算一下冷搭，見有新鮮嘅出來，不過其他條行嘅堅持為古好，也幾傳統嘅好面試。因為咧聖人湯是按講天公鬥士講咧係算工人過節吼，是要應節嘅一隻湯啊，比如講撈冬瓜湯紅啊，拜觀音娘、拜天公稱做的，拜好看做食，所以我們還要加減做啲聖人湯。做題成人糖也見路餅店一定有名嘅，還有一張嘅番薯餅同烏龜餅，咪係東兒會買來送禮嘅電路。番薯餅啦，烏餅就嚇。當送人分享嘅番薯餅包嘅料凍到，用嚟做料嘅番薯咪係條頭嘅。我哋原海番薯用台農57號西湖李先生神農獎得主嘅位置，為下番薯細腸批泡後，雜料我就是一隻脆，用個台農蔥，用個傳統嘅方式煮台農蔥脆，脆好以後是加湯、加芒啊、加油去做好嘅番薯啊。
那我點都好野台機器係日本進口來嘅，因為野台機器產量價格依度。這兩台是一片係 UP， 一片係 U 數，也機器哈哈了日後是爆紅的，然後經過倆輸送帶去折兩折，然後再壓平，出來是做的種個餅皮，就是現成做的起家爆飯酥，所以這個產量誒改進上面做了很大的突破啦。依度老主顧此時食到太，有人還當工來也買老士米。我是當農園呢，兩個做種人來啊，我先叫大推種啊，叫轉推種去，叫賣啲餅本也慢慢食啦，我是個個老人買啦。也特別好，像一個就講本地嘅產品，即係古老嘅產品，嚇，也係客家嘅當特殊風味嘅一個產品，所以也送人呢，因為健康。所以飯酥餅是一直代表因北部啊，代表客家，所以不管係偏區還是高階，大家上到客家種，因北部客家種是為上頭因飯酥餅送禮啊、一家食啊，然後特別東東人啊，像以前差不多到一家中年是為親小時候的味道，是為以前人是為想念這個味道，是為上頭食的樣子啊，所以東東人他除了送禮之外，係買咗一家食的。越到過年越買不到，越產量少。村內幫人嘅路邊店，也下去第四推熱到嘅動家，退休嘅第三推頭家，還會將送去到店行，聽穩定品質。後生一輩同傳統美食傳承下去，每年發嚟一道新嘅商品。仲會同菜地種甘味嘅農民合作開發，設計來又甜又唔會膩貴嘅甘味餅，還有工業會用到嘅甜板，也豆加嘅鮮口味，有飯頭鳳頭嘅也豆。用心做出來嘅好美食，人客是會賞識，就是嚟到韓式家客，輕鬆食嘅美食。